面的内容是在画面的第2篇啊，阿美族的阿美族的分布。其实内容跟上一篇的带有重复性。至于动词呢，是可以练习翻译的哈。好，我们看一下哈，阿美族人口的扩散哈，阿美族人口的扩散，这是个标题啦。那我们练习翻翻看，那主要的动词就是扩散哈，所以按照这个结构呢，它就是一个词组哈，因为阿美族人口的扩散哈。好，我们翻看看哈，就是我看了南市呢，他并没有把扩散这个词说出来了哈，其他的方言都有了哈。好，我们练习翻看看扩散，好，分布。那这个扩散呢，其实当然是出去哈，也可以，或者是住也可以哈。这里不一定是一定要用那个单词，用扩散这个词啊。当然，我们还是有扩散这个词哈。阿美族人口的扩散啊，所以这边有阿美族这个没有问题，人口啊，人口怎么翻？扩散啊，人口的扩散。这个算是一个词组结构哈，词组结构。好，好，所以签单已经翻好了哈，翻好了我就开始讲哈。琪琪，哎，请说。曾经就某个教授他说每一句都要有估，我们就错乱咯。那既然是词组，那不一定要有估，还得来好。当然啦，当然啦，不是每一句都有估啊，你这个中文句子你要看有没有主词啊，因为有的它就不是啦，它就是词组啊。是好，嗯，不给上呃，面解释。对，这个东西哈是这样子的哈，如果因为我们的翻译的东西呢，不是我们阿美族本身在教，都是可能是教英文的在教的，系对吗？老教老实的，英文的，嗯。所以你看，你这边，如果你要有估的话，它这个也不是不能有估啊，就是这个句子结构就要改了。阿美族扩散到哪里去，它就有主词了。好，阿美族扩散就是这个，阿美族是主词，扩散就动词，扩散到台东花莲那就可以啊。那阿美族的话就是主词。那这边的话呢，人口的扩散嘛，嗯哼，哪一个人口的扩散？阿美族嘛，是不是？所以嗯，它的词组是人口的扩散，是不是？那谁人口的扩散呢？阿美族啊，那白浪也有人口的扩散呢、布农族也有人口的扩散，所以它主要的词是人口的扩散，然后谁的人口扩散？阿美族人口的扩散，所以它是词组的概念，它并没有主词啊，没有哈。哎，我好，刚sa kasa tenak no amis finalan，我刚sa tekak tenak tenak 哈这个词根是 tenak 了，没有问题了哈。好，tenak 就是繁衍了哈。的那个应该是繁衍啊。no amis finalan 可以了，没有问题了哈。理论上那个 finalan 也都可以省了，我刚才的那个 no amis 哈。好，这个就是很简单的翻译了哈。没有问题。好，这个书写呢又更简单，好，就是说，有些呢是可翻可不翻的哈。好，这个他就是已经用了这个秀姑兰或南市大概不是海岸大概都用这个卢比萨克哈。好，我加卢比萨克努邦达，好，没有问题哈，属于阿美族的扩散。好，当然理论上这个
这个乌哈啊，其实我看一下，乌加鲁比萨努邦扎，乌加萨登纳努，阿加萨登纳努，阿米斯阿比劳兰啊，真的是要加哈，必须加比较好哈，加比较好。阿鲁巴克斯就是这上这里啊，看这上那啊，这边可以看得出一个是那个，一个是上，好，那 suck 就是扩散的意思，那 nug 呢，它有这个繁衍的意思在，繁衍人的繁衍了，人的繁衍也是扩散嘛。那 suck 的话就是真正的这个词扩散的这个概念哈。好，这个我们这男生比较少哈。好，他这边用 the knock 也是一样哈，the knock the knock 啊，the knock 啊是 the knock 哈，不是 the knock 哈。好，我看 the knock。哦，不嘎当的阿米斯啊，没有问题哈。这个都是词组的概念，属于阿美族。好，当然就是说，人口的扩散嘛哈，基本上这个已经不是大问题了。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口就是阿美族嘛，所以基本上是包含在这个里面啊，没有问题哈。好，再来是秀兰的哈。啊，乌嘎拉里瓦萨努当道努邦扎，好，这个没有问题哈。那他加了人哈，人，那当然这个也是没有问题，主要是邦扎啊，邦扎或阿密这个词必须要有哈，必须要有。那你这边的呢，还是这个里瓦萨啊，所以你看还是萨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键词了哈，啊，萨那好，那萨基本上就是呃。扩散了哈，或者是分散，有这个概念在哈。一二三四，四个人，还没有，其他还没有上线哈。嗯，那个子熙，你就是红爱吗？那个子熙有另外一个红爱，好，没关系哈。那我们继续如果后面你再补，我们再加进来没关系哈。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句，下一句就有了哈，比较长了哈。好，我这边看到了哈，阿美族群啊，以遍布全台湾，所以这个以就是错字哈，这个以不是这个以哈，这个是已经的已，所以它的中文字是错的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网络上哈，我的中文已经不好了，这边结果网络上的这是中文还是有问题哈。阿美族群已遍布全台湾，现在人口约有197879人，是全台湾人口最多的原住民族群哈。那我们先不要管这个数字对不对哈，我们就是翻译，要把这个数字翻出来哈，数字哈，你看看你怎么翻哈。那我把红字打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就是主词哈，阿美族群现在人口哈。那理论上啊人口是好，人口是好，所以这个应该是个动词哈，应该是个动词哈。这边的话是遍布了哈，遍布啊。好，看看一下怎么翻哈。所以当然这个有也是个动词哈，好，有也是个动词哈。好，所以看看你这个有好是好遍布，好遍布在哪里？全台湾，好人口好人口是全台湾最多的原住民族群啊，人口，所以现在人口啊，现在人口是最多的啊，人口是最多的，所以你要把这个句子找到这个最精简的句子，然后再扩张哈，好，所以人口啊是
最多的最多的原住民族群这个就是最精简的句子结构。然后你看你再怎么扩张现在人口所以按照这个结构呢，理论上这个根本就不需要现在人口也有197879人这个就是我们练习翻译数字了练习翻译数字。那这个句子就不长翻起来比较简单，主左边放大就行了遍布，那这个遍布你看看要怎么翻刚刚那个卢比萨啦、咖喱瓦萨啦德纳啦其实都可以用那你也可以用这个词如果遍布的话叫 refif 看你的我会的单词是这个了refif 也是可以的这个两个词都用布满，这个叫布满，遍布布满好，现在就是这个数字了个十百千万十万10万197879理论上我们这个阶层应该这个数字不是问题了这个数字应该是在中级就要会了数字的翻译最起码要到这个100万了100万以内的数字到100万就是中级的部分。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请说。老师，那个已是已经的已才对。对，打错了啦，这个已啦把它改过来已是这个已不是197879要整个翻出来还是直接写数字就好？你最好是练习翻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是练习翻译嘛所以你最好是把197879给它翻出来希望你能够翻了就是练习了练习那每个方言的这个不太一样每个方言的那个千不一样，百基本上一样那千跟万呢就不一样了比较麻烦好，所以你会用什么词呢？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方言我们的千呢还真的是比较麻烦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要做统一了真的，我觉得这个很不好连春夏秋冬都不一样，你说这怎么弄春夏秋冬都不一样西西可以请问吗？你刚刚讲到春夏秋冬，那个9阶教材，夏天它有2个解释，一个是鲁乌散，拉鲁乌散，那是应该是拉鲁乌散才正确，对不对？要加按，夏天，对，它是个季节嘛，所以要加按才是正确的。喜气，你看你不懂，因为我问很多长辈都不知道为什么夏天跟战争有关系。好，那可以这个我们待会可以解释一下我可以从我个人的观点去解释了好magna kay toko amis finalan itua to no Taiwan Sausian ila toko motep ila ko siwa atsaol motep ila ko siwa atsaol 19万招的你们招的是万ila ko pito refer 是千没有错，follow 是800pito poro ila ko siwa 你看我们的数字多长是阿鲁曼奈啊，finalan原住民台湾。是阿鲁曼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数字的估都不是估所以这边的估，所以这边真正的估在这里估。
做个标记。那数字的估都不是估哈。我们看一下哈，基本上阿玛的那个都估阿美啊，finalan 一做都一做啊，一做都弄台湾，一做啊，都弄台湾。哦，这个度，你这个度是热吗？对了，热，好。首先伊拉哈计算哈，计算你是用计算的概念哈，伊拉度有莫德比拉古西瓦啊19万啊，伊拉古比多阿的 foot 7000啊，法罗索800，比多波罗70，希望9嘛蹦不啊，努隆我阿鲁奈啊，我是阿鲁曼奈。所以你看，就是说，你这个后面的哈，这个数字前面呢，我看一下，稍先语的度，好，这里哈，这边呢，这个有可能会是数词哈，伊拉度估，啊，没有问题，所以你的估在这里哈，有估，所以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哈。我是阿罗曼奈菲纳兰诺原住民，台湾，好，没问题。好，这个，所以你们的万叫掌握的哈。那掌握的，老实讲哈，掌握的是千哈啊，请说。我发产努努嘛，等个马兰。我跟你讲，应该是要 ofat， 为什么？哎，你掌握的是千哈，太少了。掌握的这个概念哈，不是千，不是万的概念了。哦，因为掌握的这个东西，我待会也可以分析一下。我们的这个有些概念呢，有些是不够的哈。掌握的这个词非常细的，我觉得掌握的是亿哈，我都觉得太少了。亿掌握了，如果是亿都太少，我认为都可以说是兆。对，我发来，我发是万的话比较好了。我发好，那我发是万的话，大概是通用词了哈。大概每个方言大概都通用哈。那掌握的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包括春夏秋冬不一样。好，这个千万以上不一样啊。那当然方言有差了哈，就说这真的是必须要统一哈，要不然的话很麻烦啊。这是公共的东西嘛，公家的嘛啊，这个数字单位不一样，那很麻烦了啊。好，看一下还没有写好的，那因为这个句子比较长了哈。refoot 是千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哈，还可以哈。那百的话叫说没有问题哈，没问题就是说说就是绑的一小把哈，绑的，它是从这个概念来，绑的一小把哈，一把菜叫说哈。那 refoot 或者是 badak 呢，它就是等于是一个握把。把这个就是柄嘛，刀柄啊，或者是什么柄，就表示你要用整个手指去握住握的不能就是必须要在握的时候是什么？是大拇指跟其他的手指要碰到，你才会有力量，才握得紧它是这个概念所以它是牵也可以，那 foot 也是可以。foot 大概是跟拔有关系了就是说你必须要握得很紧，你才能够拔得动，那个 foot 的概念也有可能是两只手两只手你才能够拔得动那最起码一只手呢，你是要，如果很小呢，很容易断，那说一大把握住呢，然后去拔才拔得出来，所以 the foot 大概是这个概念。duck 呢所以这个关键词是 foot 跟 duck。
的就是柱子嘛啊，柱子哈，它是这个概念哈。好，还没翻出来哈。那因为这个句子比较长哈，所以我们可能会慢慢用比较长的句子了哈，但不一定哈，要看一下啊怎么去分段哈。掌握了哈，基本上这个2个词都差不多了哈。我都看到了哈，有 L 的，有 R 的都没有问题了哈。那重点就是说，它是什么个概念哈？这个词的概念是什么啊？才比较重要。如果有人写好哈，就告诉我哈，写好就告诉我，我再停下来，然后回来哈。那因为我们也是要有声音嘛哈。好，这个词呢，基本上 L 跟 R 我们就不用去探讨了哈，很多音都是一样的哈。那只是重音的时候比较会偏向发 R 颤音，不是重音的时候比较会偏向 L 大概是这个概念哈。所以它基本上是同一个词哈。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词？比如说我的是什么？露水。对，露水。好，露水就是说它是一个指定的一个所以 or 基本上哈or 有的方言叫什么？不是露水，叫什么？叫云，有没有？但是不管是什么露水或者是雾或者是云，但是基本上它一定是白色的哦，白色的云哦，我叫白色的云哦。像 dom 呢，dom 叫乌云、黑云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单字呢，它其实解释的不清楚啊。我们讲 dom dom 慢嘛dom 后面加按有人写好了吗？好了好了。好，有人写好我就停哈。好，秀兰写好了那个好。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哈。masa tenak 了哈，masa tenak 都masa tenak toko finalan no amis I cuaca no Taiwan ka kaaruman no tamsao I modep ilaku siwa caur pito refut falo soot pito poro ilaku siwa tamsao sa arumanai哈，所以tamsao no 原住民哈，就是你不一定要翻成语言哈，这样也可以原住民哈，因为这个是介词嘛哈，finalan 台湾哈。好，沙阿鲁曼奈哈，沙阿鲁曼奈。那因为我看你这样子，可能就是你是在手机上打字吗？可能吧哈。好，阿鲁曼。好，那一般我们讲，我看你这个字，你应该是马来的嘛哈，法兰欧手。你是马兰的吗？那一般我们讲阿鲁曼哈，我们最好用 L 了哈，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字，你用这个R 的话可能会不行哈。阿鲁曼就是很多嘛哈，多哈。好，这边呢马萨德纳哈，马萨德纳马萨德纳当然是已经形成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哈。马萨德纳那如果说是马德纳可以吗？如果马德纳多古菲诺兰可以吗？如果你这样翻的话，马德纳多古菲诺兰阿米斯
还是 masa tenak toko finalan amis？ 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好？当然，masa 不是不可以哈，masa 就是说他已经可能是自己的习惯上的语言吧，习惯这样子说。你觉得用 masa 比较好了哈？好，可以了，这个不是大问题哈。好，那这边就是说，噶阿鲁曼我谈不到，噶阿鲁曼哈，它的中文是这个哈。现在人口约有19万7879嘛，所以你是用嘎的这个概念哈，嘎阿鲁曼，努担不到啊，我阿鲁曼努担不到呢？你觉得呢？我阿鲁曼努担不到你用乌会不会觉得会比较好？就是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事情嘛，啊，我阿鲁曼努担不到你，莫得比拉过希望啊。噶阿鲁曼努担不到呢？这是我定义了，你看看啊，因为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名词是后面是多少人啊？它数字是统计过的。阿鲁曼诺担到一啊，刚阿鲁曼就好像他也，那你要翻译是约是吗？你那个嘎是约吗？好，对，大约，就是说没有错哈，就是说理论上这个中午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数字是什么？197000不是对个位数都有啦，所以那个约就是没有意义，这个字是没有意义的。现在人口有197879人了，那个约是错误的，就是中文它是错的，没有什么约，它就是确定的。所以就说有时候的翻译哈，就是说中文并不是很好我们自己要修改。所以为什么要用乌？它是很明确的，198000的多少人呢？个位数都有了，还什么约？约是什么？可能多少？大概是多少？好，我要讲的是这个哈，所以用乌我觉得呢，我建议是用乌会比较好哈。好，萨鲁曼呢，谈到努原住民萨鲁曼呢，谈到努原住民菲劳兰中间后面加个会比较好哈，吃主哈原住民菲劳兰，台湾哈，这样的话我的建议是这样子了哈。好的，谢谢。哎，不客气哈。就是说有时候中文你要自己修改哈，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对应到我们自己的语言，有时候中文本来就是它的结构比较不严谨了，它的结构比较不严谨因为它可以乱调所以可能这个概念就不太一样。好，我们看一下秀兰的哈。我当到了台湾马该啦一抓马该啦一抓no 没得伊拉个希望我发19万伊拉个比多的付9000比多7000发了说800比多不了70伊拉个希望9no 不弄no 不弄1这边加1那个谁秀兰嗨，这边要加1不弄no 不弄台湾在台湾这个地方嘛所以那个要加1我估摸着台湾安尼我估摸着台湾安尼古担少啥阿里海外啥阿里海外古担少no 帮助伊估摸着原住民族我估摸着就全部现今人口嘛最多的人我是阿里海外担到了帮助，我是阿里海外古担少no 帮助伊估摸着no 原住民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哈
你很喜欢用古木哈，古木奴台湾等上古木奴原住民族哈。好，这边主要这里呢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这边有菇了哈，这个菇哈，那你后面的菇我看一下中文一下，好看一下。阿美族遍布全台湾，所以你把它调到后面嘛，你的遍布是乌丹道路，他阿农邦站马该啦，一抓就已经到所以你这个地方是衔接哈，我看一下哈，数字呢，数字是在这里木的所以这个地方你看看哈，对，这个地方。莫德比拉古希望我发现这是19万嘛，这个应该是这边应该是分开的，可是你这里哈，我当到呢班子还蛮该那一抓住，你的这个意思是这个遍布嘛，是不是？对对，遍布，好，遍布全台湾，阿美族族群已遍布全台湾，你要翻的是这个哈，这个。所以就是上面这句哈，后面大概 OK 哈，虽然很长哈，遍布嘛，该来追做就遍布了，是不是？可以。那好，这边我要讲的就是，我这个字阿族群是个词，主的，所以不单上怒放炸嘛该来一追做怒，你看看这个，要怎么修改会比较好？阿美族遍布在全台湾，它的中文是这样的：阿美族遍布在全台湾当然帮炸，对不对？可是就说这个帮炸它应该是主词，阿美族遍布在好，所以按照你这个结构呢，马盖拉一抓抓它要在前面。我现在直接给你修改哈。好，马盖拉一抓抓姑。帮炸，帮炸，当照也可以当照，这样会比较好就是说我要讲的是这个主词是帮炸阿美族族群对不对？所以他用孤这个格位标记去区隔出来你呢刚刚是属于的话，它就是不是句子，而是词组的概念马盖拉一抓抓姑帮炸当照马盖拉一抓抓台湾是不是？台湾嘛是不是？是。不帮这哈等不到是这样的话，这个句子就完整了哈，完整。好 ，OK， 没问题。好，我们看下一个哈。好，书写了哈。好，书写就用 malafif malafif 就是比较能够对应这个词了哈，布满遍布它就用 lafif alaf 这个词也是可以哈。好 malafif 多国邦在台湾这个就是很精简的这个这个 lafif 遍布malafif 多遍布了这个就是动词嘛就是我讲的这个动词那主词是帮炸帮炸主词是帮炸所以按照这个结构，你看主词就是帮炸那按照这个结构，受词就是这个台湾，遍布在哪里？遍布在台湾阿美族遍布在台湾所以这个呢其实它就是一个那就是一个受格标记好，伊拉古沙发希望我犯这个好19万比度巴德7000法鲁说800比度波罗
70이라고 시와 담장 아니现今哈。好，我是阿鲁玛奈阿菲纳扎旦努原住民古邦扎一台湾哈。好，我刚刚没有注意到这个词哈，确实要用什么菲纳扎旦哈，因为这边是讲所有的民主哈，所有的民主，所以应该要用菲纳扎旦哈，所以书写这个是正确的哈，我刚刚没有注意到哈。好，我们看一下还没有别人哈。哎，还没有翻好哈，还有这边是4个人了哈。现代数学，的那个，好，好，还有人没有翻的哈，那我看一下哈，我们就稍微等一下。我这边刚刚有讲到这里的哈，其实我们看这个扎欧的哈，扎欧的哈，那欧的是什么很多方言它有是雾，也可以说是云，也可以说是露水露水或者是一滴一滴的露水。那关键是它是白色的，也就是说雾是什么如果在我的概念呢，雾是我把这个雾的哈翻成什么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水分子团呐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就是它是很多很多的水分子团。欧的就是水分子团欧你看，所以欧的它也可以是露水，它就是露水，就是说它的水分比较重，它就会掉下来如果是雾呢但是它还是比空气轻，但是它是在离地面比较接近的地方，那叫雾，所以雾的水分子就比云还多所以欧的呢，其实就是我讲的欧的是什么？水分子团水分子团那渣是什么？渣是一个个体，一个单位，一个整体叫渣那渣欧的叫什么？叫一个整体的水分子团。所以这个概念就是我讲的我觉得意义都太少，这个字如果是意的话都太少意一个人字旁意都不会打了哈意人普遍心意我觉得意都太少它应该是什么造中心中心造我打注音一下，知奥造，那个知造我认为造的都可以说是造了就是说当然这是我的解释了，因为我很认同那个谁，就是林明德老师那个就是在桃园的那个林明德老师，我也是看了他的资料他自己有编了一些资料他讲造的呢，就是好像是10亿吧，10亿还是造我忘了，
反正就是这个概念因为它是什么？就是我讲的，它是一个水分子团哈，水分子团这是题外话了哈，看看有没有其他写好了老师，对完完任是完完任是多少？完完任它的单位是什么？这个完完任这个是你们的这个方言吗？对，我觉得哈，就是说，它这个单位的概念呢，比扎欧的还小。它就是说，它也是个整体，但是呢，它是属于一翻两翻的这种概念。哇了有没有？哇了就翻过去，一直翻呐、一直翻有没有？但是它的单位是比较大的。我说大就是说，它的数字没有那么大，不像扎欧的这么大。那哇呢，我不知道它是多大的单位。是千吗？还是万？万？这是你们的方言吗？还是兆？还是亿？可能是亿吧。亿啊，亿对。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亿，我觉得可以是亿，但是兆呢，我觉得要掌握的。就是说，当然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在说了哈，自己在说。那这个东西还真的是需要研明会去统合因为民间是做不了。为什么？民间有太多意见了我海岸是这么说，你秀姑兰这么说，我马兰这么说，那永远没完没了永远没完没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政府机关去主导才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语言基金会里面的人呢基本上都太年轻他们的词汇量认识的词汇量真的是太少不足以去做这个部分的研究了这是我心里面的话他们年纪太轻年纪太轻，词汇量不够词汇量不够。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句了因为那个红爱他在开车了他不方便那后面再补所以我们就这边下一句了好，这边呢，它的原旨是直到2015年，在原住民族群中总人数最多的人是阿美族。好，我帮你们写到2015年，阿美是在原住民人数最多的人。好，按下面这个翻会比较容易翻，你按照上面那个翻呢，你主词动词会很乱。好，所以我这边打红字就是什么？它就是主词。所以直到2015年，它就是在什么时候？阿美族所以动词在这里是好，看看你们怎么把这个句子翻好直到2015年，阿美族是在原住民族中总人数最多人的就是有时候你要学会把中文结构调整好因为就是我讲的这个中文，它本来就是因为它的语言文字已经几千年了，它就是作者他在说这个话或写这个话的话，他比较任意，就是他的结构呢，老实讲没有那么严谨随着个人的思维去表达那阿美语呢还真的是不一样主词、动词、受词我们这个结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以格位标记为主好，我们就可以练习翻。我相信这个应该不难这个句子应该是没有什么单词直到2015年，阿美族是在原住民族中总人数最多人的最多人的所以你看你要哪一个先翻所以如果你这边呢加个这样的话会更好，你会更好翻你会更好翻，就是把它分开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就更好翻所以有时候要学会整合学会拆解即使在
最一开始讲课的时候，在翻译的这个概念里面，我就有提到这个部分了哈。那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讲哈，后面就没有讲了哈。所以那个旧的资料，希望你也能够看一看哈，看一看。然后这些概念哈，翻译啊，不是就是很死板的，你要学会让这个句子拆掉啊，然后或者是整合，然后拆掉或整合成为我们阿美语比较好翻的那种结构啊，要不然这个结构呢，你看，你还真的是不知道主词在哪里哈。好，这个书显翻好了啊。Tanga sa ito sa apatak ilaku sa faolima amezaan upangzahku sa arumanai 好当到原住民好，这个这个顺序呢，其实就是按照上面那句的翻译的顺序了哈基本上也没有问题了哈。好，所以这个菇在这个地方哈。那上面这个菇呢基本上因为有一啦哈巴的所以不是菇哈所以它是数字的菇哈都是阿巴的给到古沙发立马免账哈好，这个其实是数字的菇，并不是主词的菇哈好，后面这个无帮炸所以这个理论上就是说这个句子结构应该阿美族是主词了哈，阿美族是主词哈，所以我是阿鲁曼奈亚担到以原住民过帮炸，好，我是阿鲁曼奈亚担到过帮炸以原住民族，好就是这个句子哈，这样会更好的哈，书写我就帮你调了哈。好，我是阿鲁曼奈亚担到过帮炸以原住民族哈，因为就是这个句子当中主词却是阿美族了，阿美族。那个结构最的人，就是说在原住民中最多人数最多人事就是说如果有这个的很麻烦的在阿美族的概念有的，它很麻烦好，基本上是这样子哈。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句子结构呢，翻译都是到位的了哈，没有问题。好，我们看千代哈。马古莫的原住民当造以我是阿鲁班奈古阿米斯达哈达哈都是了福你是倒过来了哈，我的比了古里马阿面达哈都是哈好。达哈呢当然现在大概是这样子了哈，你这边的主持是这个啦，阿美是没有问题哈，好，阿美主是对的哈，达哈都萨直到哈，达哈都萨直到2000现在就是说我们的数词哈，我刚刚都没有说了哈，数词真的是
就像这个哈，都是阿巴德哈，最好是加数词之间哈，最好都是加了哈。都是阿巴德伊拉古沙放啊，包括这个哈，因为它是词组的概念哈，里嘛哈，就是我们可能要习惯哈，大家都是的 foot 啊，所以它是什么？都是的 foot 就是2000嘛，好，然后穆德伊拉古里嘛没在啊，类似这种概念哈。好，基本上 OK。西西那个大哈，我看字典是前缀，什么安含读啦？连在一起啊！我刚刚本来要就跟读萨连在一起。对，大哈它是个词缀，它不能单独在，要不然如果后面没有大哈是什么，你搞不清楚，是不是？直到什么？直到2000嘛，2000年嘛，是不是？那如果说你要用单词，可以啊，这里啊，要大哈是词缀，可是如果你用当阿萨的话就没有问题啊，它是一个词啊。对，要换当阿萨。你不应该用当阿萨，你应该用你的方言的。你应该是什么？我纠结在那个前缀。呆啦！呆啦！呆啦一，这里要加一，呆啦一都是的 foot 啊，就是的，这是很麻烦。像呆啦，它就是一个单独的词了，没有问题，对不对？是不是？那大哈的话，它就是词缀，它必须要连到那个读上，也没有问题了啊。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会有2种结构，一种是用单词的概念去解释，另外一个就是词缀的手段去构词啊。那理论上我是建议啦，用词缀会比较好，要不然呢，我们词缀的应用越来越弱哈。大哈都上的 foot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这个词缀啊。好，秀兰啊，秀兰也是用当阿萨哈，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有一个规律，就是说，如果是时间，好，时间或地点，它前面通常会有一啊，因为只是那个时间跟地点，啊，就是说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要习惯一下啊，当阿萨一啊，大黑拉一有没有啊？一定要加哈，当阿萨一都是阿巴德伊拉古沙发多利玛努梅扎。乌是阿迪哈耶，好，这个词呢，秀兰，你要不要改一下这个词？过班扎伊过么怎么样子？是阿迪哈耶是什么？很多啊，什么东西很多？人口啊。所以人的话不要用阿迪哈，人的话要用什么？阿鲁曼。就是阿鲁曼。先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变啊，就是因为如果再纠正的话就完蛋哈。对，阿鲁曼是阿鲁曼啊，阿鲁。如果再不纠正的话，真的很麻烦，就我们的语言就真的完了啊。是阿鲁曼奈哈，阿鲁曼奈要担到古邦扎伊古莫诺原住民族哈，好，没问题哈。当然上一都上啊，当然就是这边哈，主词在这里哈，姑好，没有问题哈。好，我们看一下那个他用达哈尼尼也可以哈，直到现在哈也行这个词哈。达哈尼尼啊，达哈尼尼，所以这边我的建议就是达哈尼尼一加一会比较好哈，一都上的 foot 哈，就是时间地点最好是加一会比较好哈。达哈尼尼一都上的 foot 穆特比拉古里马麦子安一马古穆布隆乌沙鲁曼那咱们叫古阿米萨菲那赞赞哈，可以哈。达哈尼尼达阿尼尼达哈尼尼
达哈尼尼、达哈阿尼尼都可以。伊都萨尔福啊，伊都萨阿尔福啊，穆特比拉古里玛啊，那这样哈。啊，马古木啊，马古木啊，马古木，然后呢，马古木不弄那个，要不要再增加一下东西？马古木哦，不弄会比较好。不用，要增加什么？对，增加什么会比较好？马古木不弄，你看好像差那么一点点哈。是加啊吗？加啊也不够，重点不是啊。马不对，马古木啊，马不弄，重点是马了哈，马不弄。啊，马不弄，因为它是整个的意思嘛哈。计算人口的总人数是不是？它是总人数嘛，总人口是不是？所以要加嘛哈。好，所以当然就是词跟词之间还是要加啊哈，会比较好哈。这边我给你念红字哈。都是阿尔福里面阿米赞马古木达马布隆，它是一个整个动作的连贯啊。我是阿鲁曼奈阿达姆到古阿米斯阿菲纳扎赞啊，没问题哈。好，这个4个了哈 ，OK， 4个。这个句子应该是属于比较简单的了啊。好，那下一句啊，下一句我们就翻这个哈。那苏贤我们就休息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休息5分钟就好了啊，好不好？5分钟，好，所以我们5分啊，5分就上线哈。Ikaw idini ka sa tip iraku mutap safa ku tamsao 哈，好，基本上这个人是主持没有错哈，超过10万哈，好。Masalias tu nialo misa 曼萨，曼你萨记得曼萨米利亚多。好，曼萨米利亚多nialo misa halateng mikirim tu sakanga ayay tayaran tu sakanga ayin olip， 好，基本上这个翻译是对的了哈。那今天就是说这个主词怎么把它加进来哈。我们先看一下中文哈。前面没有问题哈，就是后面离乡背景都是为着规划行程，所以问题还是在这个离乡背景哈 ，Milias 哈这个地方哈。好这边我就帮你改了哈。好，老师请修正。曼萨misa halateng哈。Mansa misa halateng mikirim都是刚刚tayaran哈tayaran， 你要不要再加个词缀会比较好？好。sakanga ayay tayaran， 还是再加什么会好一点？Tatayaran， 哪一个会比较好？嘎达亚兰。好，你为什么用嘎？为什么？你为什么用嘎？当然就是去你为什么工不用作啊。嘎，打亚兰也是工作，打亚兰也是工作。就是嘎就是他是维持在做那个工作，叫嘎达亚兰。如果是打达亚兰呢，他正在做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维持的哦。好，打达亚兰就将要做的，有没有？嘎达亚兰就是他现在是稳定在做这件事情，那就是真正的工作嘛哈。那其实2个字都通了，没有问题。但是搭跟嘎就是不一样哈。我这边要提的是好。曼萨米哈拉登米基林都是嘎。
咕这边就是重点在这里，咕啊一样哈，比利亚斯多鸟肉，好，后面就不用了，好，后面就不用了哈，这个句子就 OK 了哈。所以重点就是这个，哦，就是我讲的啊，离乡背景它是主词哈，咕比利亚斯多鸟肉哈，好，这样的话这个结构就是对的了哈。当然，我们的翻译都是对的，就是说我要讲的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把主词标示出来，主词啊，中文是有主词的啊，除非没有主词没有关系啊。好，我们再看一下，书写的哈。很好啊，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句子慢慢的会比较长一点哈。虽然说我们时间会花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真的要多练习翻长句哈。好，伊拉扎古木的把欧翻达单绕啊，以萨迪半哈，这个也没有问题。我比萨哈拉嘎阿米吉林多萨嘎方扎了啊，我的古比利亚斯多尼亚罗哈。好，这个重点在这里哈，古比利亚斯多尼亚罗啊，没有问题。那前面呢，其实可以了哈，伊拉哈扎有这边是数词木的10offer one 单上以上地半哈，好，这个按照这个顺序这样翻也是没有问题的哈。好，那现在就是看一下这个。那个苏贤，哦，有，怎么了？好，之所以你看看用什么比较好啊？你高丽娜，但是之所以，你看现在你这个字没有翻到，你看用哪一个会比较好？萨比利亚，好我可以用萨比利亚什么？萨比利亚就是离开的原因嘛，那问题是如果你的就是要在孤的后面吗？加在孤的后面吗？哦，他不是之所以离乡背景，不一定啊，你要把这个之所以翻出来的话，你要加在哪里？你刚刚对了哦，你刚刚对了哦，就比利亚加萨比利亚。对，故沙比那个沙就是原因嘛，是不是啊？这个沙就是原因啊。故沙比利亚斯多尼亚洛有没有？这个才漂亮啊！我跟你讲，这个构词才漂亮。我本来有加，是哈，对，那就真的很好哈。那个沙就是原因了故沙比利亚斯多尼亚洛有没有？就是有时候这个我们不一定要按照字翻就是说你加这个沙，你看差多少？差很多嘞。整句你看比萨哈拉克阿米吉林多萨卡方扎了我的故沙比利亚斯多尼亚洛，你看沙就是原因嘛，离开的原因嘛，是不是？好这个就很漂亮了好，非常好。好，当然你也可以加在那个乌的前面了，可是乌的话，它就变成是一个单独的词像那个千代它叫乌拉萨嘎那不一定是乌拉萨嘎萨嘎萨岸也可以啊，这萨嘎是很好用的词哦，萨嘎萨嘎萨岸，老师可不可以用西萨？西萨可以啊，西萨就是你们的话啊。对，西萨可以啊，所以萨嘎是非常好用的。那个，上次不知道是谁问我，都是用萨嘎是千代吗？
哦，好像是是我千百是我对哈问的，哦，你问的啊都是用萨嘎，对不对？嘿嘿，我跟你讲，最好唱的好用的就是名字我问萨嘎，最好用嗯的是萨嘎啊。但是你要可以加前面乌拉萨嘎、萨嘎萨岸啊。那你看这个也还是有变化的了哈。好，对，等一下，因为我们可能翻下一句就来不及了哈。那我们看看还有谁吧？哎，还有红爱哈，红爱。好，你搞你了，好，伊拉哈扎古木的把万那当造一个啥的，哈，尼嘎比利亚斯，好，这个也可以啊，尼嘎，好，这个尼嘎比利亚斯，好，很好。但是这边哈要加乌哈，乌尼嘎比利亚斯，哈，乌尼嘎比利亚斯多鸟了，啊，乌妈咪吉林，啊，乌妈咪吉林，古啥个爱，好，这边就不行了哈。这个用乌妈咪吉林都，因为你要找什么？那个红爱，红爱，生活更好的，所以你是要找什么？哎，没有工作，沙冈爱努力是不是？沙冈爱努力是不是？对，所以你不能用估，只能用都哈。度，哦，好，找什么要说明是不是？找什么？对，沙冈爱努力是不是？所以这是边只能用都，不能估哦。我们给你们都沙冈爱努力，哈。好，那这边的问题还是在了，就是说，按照中文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就是颠倒了哈，颠倒了哈。我这边就直接帮你修改哈。所以这个把它变，米利姆萨盖努力啊，然后这边是估啊估，好，你看比利亚斯都那样了，好，这样就好了哈，这样就 OK 了哈。啊，米吉林都萨刚爱努力过尼加比利亚斯都那样了哈，你这边是用尼加了哈，尼加呢，基本上跟沙很接近哈，很接近哈，那。去做了，那个尼嘎就可以说是米嘎，就是去做什么离开的这个事情啊。当然，它现在演变成是强调啊，演变成强调，但是用沙呢，确实是最漂亮的哈用沙哈，沙比利亚斯多牛肉哈用沙确实是最漂亮哈。好，那基本上我们这样的翻译的话，应该是 OK 了哈 ，OK 好，那那因为如果再往下面走的话，我们可能时间就拉太长了哈。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觉得说哪里有问题，还是怎么样，还是有一点点疑问，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交流哈。老师那个夏天，夏天好，夏天好，夏天好。那现在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如雾站哈，如雾可能是春天哦，知道吗？有对呀、就是困扰。好，那春天现在有这个你们是什么？我们那是个张拉汉欸，张拉汉，张拉汉，个张拉汉。基本上现在春天有如雾哈，基本上一定要暗的哈，就是这个是结构是这样的了哈，最好是嘎的哈。为什么要加嘎啊？那最起码要重复，如乌站啊，张拉汉啊，因为它是一个季节，它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那为什么要叫嘎？它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季节，是可以说是有一段时间不会改变，所以最起码是3个月，所以要用嘎是最好哈不是嘎西那万，是不是？好，类似这个概念。好，那其实我们在古代的时候，阿美族呢只有这2个词，
没有什么，没有秋天，没有冬天，只有这两个词，嘎张拉汉跟拉鲁乌坦两个词，两个季节而已哦，在古代。所以后面的那个什么，你们春天叫秋天叫什么？那个千代老师，秋天叫什么？发捞发万，啊，嘎是不是？嗯，啊，嗯，发捞发万，好，那冬天呢？个新老那万，些那万啊，西西脑万，好好，所以基本上你看它是一个嘎后面再一个按哈，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时间段哈，稳定的哈，它不是短的哈。当然季节了哈，季节最起码是3个月哈，春夏秋冬哈。那从这里来看呢，法老法是什么？刮风，喧闹是什么？冷哈。所以这个两个词其实是很晚的，很晚才形成的，也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天候已经改变了哈，改变了。那我为什么说要讲这个拉鲁乌旦跟？所以这个两个季节，有拉鲁乌旦是春天，哈，有的嘎张拉汉是夏天哦，并不是春天哦，有没有？这个两个是对调的哦，有哦，就表示什么？它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甚至于可以说是什么？它大概是半年的期间。但是严格来讲哈，严格来讲，嘎张拉汉是上半年，那卢旦是下半年。严格了哈，严格来讲，那张拉汉就说我们是春耕嘛，是不是？春耕，秋收嘛。可是春耕完就干什么？没事啦，你们都开始打猎。那打猎呢，就会怎么样？打猎就会冲突哦，也牵扯到领域，有没有？所以如果是这么来的，所以严格来讲，就是说，春天它的季节就是它是很长的，所以有的那个方言叫夏天叫什么？有人知道吗？夏天有没有人知道？啊，你看哈西喝兰，所以是什么？浪是什么？浪是什么？热，浪是汗呐，出汗呐，哦，出汗呐，所以它是说明就表示什么？它跟嘎法拉法万嘎西那万是一样的概念。出汗，出汗，难道冬天不会出汗吗？也会啊，就表示这个词呢，它是后来形成的。所以严格来讲，就是我们真正的词就是什么？嘎张拉汉跟拉鲁乌旦。比如说，我们春耕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出去打猎。打猎呢，就会牵涉到领域，或者是纷争，好，或者是冲突，它就演变成打仗。好，那我们是什么时候收成呢？秋天，秋收哦。所以我们的丰年祭并不是7月8月哦，不是哦，那是错误的哦。我们真正丰年祭应该是10月、11月秋收啊，不会是7、8月。好，那为什么要改？因为日本人要看我们的丰年祭，日本人是因为日本人的。因为他暑假的时候，他的眷属要来台湾看我们的丰年祭，所以他就要我们7月、8月跳丰年祭给他们看，包括那个你知道那个米莱赖吗？巴来赖，巴莱赖你知道吗？然后祭地，巴莱赖叫什么？那个叫护卫舞。好，护卫舞，好，你知道哈。所以护卫舞最早拿的是什么？毛。对呀，那怎么会是变成雨伞？对呀，就是因为日本人看，哎，你们不能拿毛哦，换成雨伞。最早是黑色的，
那代表那个毛。那现在演变的就是彩色的花俏了哈，就是这个是一个历史的演变哈。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文化啊，我们有一些当老师的哈，讲文化的时候，这个东西一定要教，要不然的话，好多人都已经搞不清楚了哈。应该是毛，但是现在为什么变伞啊？这个典故啊，所以我们是春耕，然后秋收，哈，秋收，那秋收之后才会有丰年祭啊。你夏天办什么丰年祭？没有啊，以前的植物都是半年起啊，不像现在的稻子，是不是？好，这是一个演变哈，所以我这边要讲的就是噶张拉汉呢，其实它是一个很长的时期来的乌蛋啊，所以现在这个两个词有的是颠倒的，噶张拉汉有的是夏天，请说。老师会不会是因为日据时代来的时候，他把我们的小米的那